昨暗第八载车厢刷出来崩坑了后，现场有发现一支卡腿。花莲地检署表示会来做鉴定。另外，今仔国立体育大学同学嘛去花莲殡仪馆送伫事故中不幸过往的兄妹仔张文祥、张文文最后一庭。国立体育大学的兄妹仔张文文甲张文祥一家伙仔4个人伫台乐谷事故当中，甲咱妈妈来活落来。初7早起，体大的同学甲亲戚好友拢来参加追思，嘛有亲人甲张家厝内面的狗仔带来见主人上后一边。花莲地检署的检察长卢秀端嘛来到现场，说明伫主现场的车厢全部刷走后的调查状况。在现场呢，还有发现一些残骸哈，包括有一只小腿，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的组织。那这个呢，到底是另外一名死者，或者是说这个是其他死者这个死者的这个遗骸的一部分？那我们目前都已经采集 DNA 来送鉴定当中哦。检察长表示，目前50位的死者确认身份的有49位，其中47位已经核发死亡证明，嘛有2个人是因为是外国人，也未来核发。遗体会先放伫殡仪馆，另外外界关心代替向机伤工程来提出查扣财产的部分，花莲地方法院嘛出面来说明。本院在4月4号下午有收受申请，之后在当日的深夜就已经裁准，台铁申请强制执行的金额是3亿7600万元。代替事件的刑事甲民事赔偿的责任受到外界关注。卢秀端嘛讲，在刑责的部分，检察署成立专案小组，由6位检察官参主任检察官来指挥，会逐天召开专案会议，希望会当赶紧完成正常的调查。记者丁亚文、许凯、张玉水，花莲报道。